杀个平安家庭。生日酒，我王子帮人把他再来把相夫妻干吵了。不晓得小龙堂里为他绑上个刘青，刘青神无用啊门啊死，但你公司上关系人等朋友看得没呀？个刘青因为他个张水来了，欧中望来样子死我。面孔大的像不够，所以嘛，血王里向扬州之上罗线狗摆出来。哎，现在吃当上生日酒，试试看。那我们个线狗呢，托那另个几日天，生日酒还不来个，啥地方我哎，自家有个线狗，我要把它相夫妻了。不晓得个线狗，哇，靠自己上那么细。那么在这个社会，我讲谁着？我们要努力这个抚养成人，这个女士有半字之卡。那这样的嘛是问题解决了。我有个男人，一个社会龙不里去，那个男人根本我搞你不来噻，啊不就是利益了还是？这个刘先生啊，那个事情我没同情了，但是我没办法呀，我不仅有这个社会的，啊个。啊，这个讲，小狗一般力气生来相追吧。妻妹，哎，哪了？小的有个旨意在此。还有一个旨意呀？啥个旨意呀？记住你讲这个小娘写得来的，写得来的，根本在还会啊！但不是两个小狗啊，我有吧？我有啊。那个小狗让我办得起，面孔当我不是样嘛，事情就还错开起来。哎，那么我们个男人呢？哎，没当我办得起。压他一枪，我够想在那两个结果捂住了嘛？你看这办法好是不好？不好，你怎么领得清了？一个你的走，加上是啊，那我当然有的两三个，我有，我们能干不呢？那领个几日天，那个三个干不我，可他面孔肯定当我不这样的，我把他很无用我们，我打他说那个私定罪不违法了。那个问题解决，我们个问题分解决。我一个小狗是王子帮个亲生闺女，有法当你讲老实闲话了。这个刘先生啊，这个他不来吧？不妨事的，那个无上一物吧。哎呦，不能我个呀！无上一物吧。不能我，一个业务，一个他还不肯我。正在之日，加上有律声音说得来，坐哪里啊？不要往里跑。也是怕有的再得来的话，如果是我自家做周期一等生活不要看这个，眼的都碰上流情，我该种都没事提出来，嘿，你要找我听说，哎，这讲你也我，那他一看我这叫，我当然我估计我拿那些狗白的相夫，我眼睛眼快，可是王子帮人。你都用不得这，你都去打听那个小狗是不我把他的，啊不，哎，这还我们当不是去的，我们这里妈妈，你是搞错事啊，你不当多人，大队你叫啥？你不能管我搞，哎，哦这个，刘先生，你背一我的，无上一物吧？背一我姑娘，我总说答应噻。来，哦哟，哎呀，都在是就凶。别聊，快点，我帮我吃两人吃别聊。那么呢，我个分歧解决在，是就兄，过几日我再来寻找于你。过2年再来寻我，你录得起寻啊？我的是相府里的那种穷朋友，不会再干这呀，好不了不老的。好个，你过年来寻我啊？过年寻我哎。好。那今朝为师妹眼睛看，2个小口无私有了。就王子帮人但是刘青水的，刘青也带到神武有我们去，刘青的人与生日就带到没几相夫妻。今朝2小口无一无，嘿嘿，王子帮到水牛里作业，
但农学校要17年不放队。那么个有的声音做哪里，还是王家怕人才得来呢？不是的，没这样夸。其实今在高位上像人似的都不公，2个30岁都起毛头，你做3个哈当开来这个。那么有个小军们获得2年不得地了，睡觉啊，我不让夸，我说米克斯风，我说拿不到啊，做老子看啥语文的哟。现在水上功夫里头，不但还没绝对的里头没好，火本的来都光，对得分在了。那么过去辰光，甚至就把这个写歌是意外得起，我不问题开，忙生没几相夫来，来规矩谁带神佛里，是神佛，那这个写歌是王上人刚刚问的，把我把这来的。啊！老丈人讲开，这做哈子一桩事体嘛，我和他搞主登了一大的。哦，呵呵是姑娘来带有点大的，可不是看？那个小狗该分我，来等了屋里等消息啊！等什么呢？想要讲将来真相不我再来听的，所以神佛小狗一般嘛，忙正相府里向来，大此地听上。没几岁，农三条才说下来，神父大堂来嘛，相爷，臣父见过相爷，小姐，臣父见小姐了。神父罢了，但是之人呐。哦，这个小姐，相爷，孙汝传来了，他说的孩子是王志峰的女儿，才满月，他给抱来了，听凭你们处置了。哦。你听啥名字啊？哦，这个小口是王志芳人，甚至就给地中手做的。上当老相公没办法对付呢，那么你现在能落到入水里，大可以拆成胸中之气。既然是此，明着生死就进风，祝他恭喜美一梦。不必个没几话一听嘛好节子，生日就进寨的中手做到这个一点。哦，那王日房的能当我办得来着？想想王日房，那个有高，当初才是那举人之我，一直弄得我人都不能走，要么气得上毛病。哼！我现在见哪个人家还要哪个，仙女里呀仙女里，我也见那10月外台把心口。别个听姚老郎讲，归在真是就为金相府做的狗咬美梦啊！哎呀，这你的姚啊，难道那这娘真是就到淡湖的抽起这个抽起啊？想什么不个憋着？弟弟，好，怎么上出府来为金相府？杀他于淡花呀的。侬意思懂的，俺娘都搞夫妻走下去，我吃巴子，再说还不个别的。侬啊，你聪明人，你的要个意思，你会不明白吗？女儿。他是亲生，岂可不家用相会父身作在胸中
句，要将傲语掉啊，有家对儿女，乃是王石凤。心要扎在相府里，狗儿走时就与兄随心收容，称为红。那么以为是体做大的啊，做是我女婿，这个毛利法子啊，嘿嘿，女儿啊。真上他夫妻走，这张有法庭送，他心以为真是那龙，故事再不在理，肯定王家怕你了做，努力做这期事体讲出来，对你不利的呀，女儿啊。小婴孩后花园长得了翠梅啊，弟弟，女儿与几句话儿在此。我关照我小哥后花园状态，还出气。人家说有几句闲话，你不说都弄啥？可是有讲的人呀，用法去同情理观。女儿啊，你呀
怎样啊？紧着的，王叔妈的农海不容易落到你个水里来，是谁在个笼沙里呀？啊，哼，谁在个笼沙里根本谁不写得通口的。哟啊，现在你这个人家不对着，以前是后等的风光，根本哪会得这个呢？为不是王师爸吗？是啊，对对呀。我
咦，侬那个啥哟？是因为王子嘛还等你这个，就努力弄弄啥，还出心里给点气。女儿啊，为母的不懂你什么意思啊？对对呀。这个爹娘落到你个水里，在这个笼子里不显得痛苦。是的，我也努力养了孙伯比，妹妹家几岁中，等到你肚子，关在了这9个窝头。娘里一辈子做个计划人，我想着那皇上嘛还等我这个样子，哼，少客气，来让你到农村那想出气，弟弟啊，你是口是好。想我个人，女中人都让想比我可得有。现在龙山打马东青山不少两样，非得不痛口，我的养不比4岁中，领导秩序，妹妹叫已经这么理，那么从心理上讲起来说，是预示了，来王子王非常狠，来。对车楼梯们打不可与10来5岁战士，那有人失踪，压在你手里，人难拿。好，所以白山神佛这个三个飞起龙杀了，跑到海个老娘这些拿队。那么正因为没理化一句闲话嘛，刘青的人啊，三的明白我上来。不过啊，你都要能两高的有点上次当了海了。说的这个三口并不是王的叛人，是刘青的张水来养死那样，所以你都这个当还要上17年。当时三口把进去，我一些说神佛，我这个生日酒打个大火一打月杀，大火3日杀，本为啥出去杀定努力弄杀，因为你是活口。一个我对不少大不了的，这个事体有难打生活两高的去走，本人不进弄了，使人去松松去上，所以一个神佛虽大是王改，其斗争下一无罪，理想都要保好。那么龙基做蓝本一擦，最后最白快不理想保一保。突
哭子扎白，马正东湖有鸳鸯流而来，十大上对房间里，最无最白小菜台子上包下白，边浪向各一个，那么人想出来嘛，到隔壁去海参子酒，大房门口嘛，要想到什么？最屋里向包子多要的，春花你们不晓得了还问，你叫我都得了，我告诉他不当事体的呀，非要我最特子么你们还小菜不是啊哒哒，老嘴嘛哈哈，可是那一天呢，马上要滚得高，奶奶是我不说得高，春花打里打啥高，嘿嘿。介绍是这个神父们口香子春花上有在，但是你老先叫多比，这我不打不给。随着提枪大伙打生日就做三要给高夫妻，趁这个机会嘛，哎，谁知那个春花打来了还，老师夫妻总是你不美米的了还了，可是我要回这一三个，所以身体歪过来嘛，春花。你出来啊！不得给那个称呼，米都之前，那不开心。做啥嘛？啊，你这个我的了两样，没几乎不比个幸福，从来不做自己的，在他不人家做个呀。想把他经家的来生要归着自个去服侍这个高兴在淡化，哼，对你妈妈淡化啊，冲着我的。现在反过来我去服侍你呀，不是？现在科技神父在对自个让他沾水嘛，哼！上几家啊，高子头的嘞！耶，于上我们进来刚好了啊！耶，你们高子头呀，这个我这个理想法刚要不给大伙听见呀，你出来的就知道怎么回事情啦。啥个都没眼睛我讲，你出来，不动呀，那么才出来。啥鸡蛋？跟你说个事体呀，你快点讲呢。和你出来，汽车努力抓得一步，非得不说的呢。不要这个样子啊！春花，我跟你说，别为做之前，那啦，我们两个人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。去，看你就马上就要来着了。我晓得乖啊，你们像我送来个10万啊对。那我家里有老婆，她先来你后到，你只能做小。虽然做小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明媒正娶，花花轿子把你抬进门，排场一定摆得大，使你满意，好不好？满意了。你可里想我的呢？我的做这么稍微的做协调了这个，万一我们去服侍你，我哪不个福气的？对对，妈妈，你办着非说进眼红的呀。那个谁叫做高歌气氛的，昨天为什么没去精彩努力才到出来了呀？你还去眼红他呢？真是的，我跟你说嘛，他们两个人过不了今天啦。啊，说这些功夫够精彩的。轻一点，不要哇啦哇啦。听不起，嘿嘿，他对的。但是哪张事体讲？怎么长那么短？知道了吧？把他们两个人毒死，灭了口了。老仙一说，其他人不惊动了，就我们两个人干了。事成以后，我就会向你说，你赏钱也不要赏了，你像讲一句话，把春花许配给我，我家里老婆就没有话好讲。这样来我们就正式做夫妻了，也不要偷偷摸摸的了，是不是好日子来了？是不是啊？嘿嘿。这个上去啊。最理想嘛，包子来句3折。那么等到我俩高头也上门，我当你属于公之人。对。那么你去肯定想要，我上个你。我有点口内不成。什么意思啊？但要万一他们的东西来不了这样呢？你这什么话？要吃龙康鸡翅骨，国人头上自有福。你们对了一福，我们人去做些。不甘心。做小不开。当然了。那我家里的这个老婆怎么办？我的这个高知府啊。你自个口走啊？为了你结婚搞，谁比那不肯做些？好了，你们内容我也下了决心了。等他们这个酒喝的差不多，我把这个酒壶带回去，让我的老婆也喝一杯，做好了吧？这个么错不懂，那个是气的。这对狗女特不这样唱高，嘎嘎平的介绍位啊，
我把人家性命都抽脱呀，那么就是天良放尽的啊，终伤都不是了。怪在里啊，哎，最不能懂啊！你别说我不记得投资法律种性命，来快点想，让陈火围进来，生日就让神父屋里等着。你做你的哪个头名出来等啥不来个呢？哦，有口总是来个台，哎，是什么拿什么？好好，这个要吃饭来不得了。我王子把能把得来，想要十年功劳多，小家还没开心。哎，刚还有说什么？现在酉阳率最杀爆还在，当然这风实际在酉阳率去跑，明早再见了点药。来的遇上口的，对眼睛口是高支付啊，根治神佛盲症酉阳率而来，但菩提家过边嘛，说不要紧在我不拉内在来上去吧。生日就一张一流，不能等上路一口嘿嘿，高支付是喝了嘿，哎呦。在方向老去小菜，哎，在周中还知道刚还我在手里收拾我闹，哎呦，你这出不冲进来呀啥？哈哈哈哈！这个一年来真的想杀死中国人的哇！大喝一口，前面那个头人走着，介绍里让人讲想杀死中国人个子，那么从内心来讲。这个一年来，我还让他牵起来真是久。虽说是我是满把写家，乃是空头狗样。不过呢，你三年这个夫妻倒是真的，但是你这对夫妻，也困难，正所谓多命夫妻。当你申请3年的下来就分开，带进这还不容易在排队，那还想不得。离下来呀，跟你但应该再去做夫妻噻。是不是刚才神父他撑过了，让我的讲个一番闲话，受了理想的大伙才听下来。因为个大伙本当随了那起疑心，今朝看甚至就走来着，想想这个垃圾不会放过你个，而且看神父偷子撑过出去讲闲话，说起着。轻轻姐追过来，实际是你都一听嘛。原来嘴里想把子毒药了一着，眼睛对浪想把这人戳下来，把在嘴里去摘一摘，拿起来一口没等吃喝。哪么晓得理想把个是接到，来姐呀，你不应该，真是有这个人我还有说嘛，你不是一个汉人。但是对你来起的忠心耿耿，想不到今朝事情被书记围出来，你不肯放过你，也拿里面看着，而且里带我写个我对都不肯放过。来天哟，你总归有眼睛的，终于一年，来天呀来天，你还会得到英语的反应。现在看甚至就冲进来这种开心的样子。错呢，实在现在你为蒙了个狗当中，一点点都不得知了还。夫神来了，实不相瞒，这一年来，妾身已终着思念与你。三个夫妻在你分开的日子，在房里搞你了。谁抢啥里3年天基本上没啥闲话哟。现在我说中国人个想啥子呢？在你讲啊，妾身你终着思念与你，根本伢子我都不懂。你这样想，我跟你带子哎，乱我这样，马上就要上来反对你啥子啊？不许我上乱嘛？那个脾气太犟伢子了。不过你讲有说我呢，哎，是我是第4年嘛，要把嘴口袋当我的风，你在这做在这啊，那最先才都都中哈，来，大来吃他2杯嘴巴。神父带你妈妈那个出来，已经要吃个大，根本明白。那个吃马上滚蛋。这个大伙不吃嘛，你嘿嘿，一般我去在家这种，不过想想啊，这个大伙我的口里不吃了，
啊，自弄，居然还讲得出中这一4年与你来，上这个称呼妈妈们，这个是这样，这我哪不能说出来的啊？呀，本来你不懂噻，就为出来种蛮不解呀。哪不能说出来个家？什么七生中山四女了这个，只有这个面孔呀，是吧？不要比。两个的贴贴戳戳嘛，不比个大伙在口喊了个，称呼啊称呼，那还是一个窝头。只不过现在个幸福在更上盛世，这个一年来我大伙吃子的几乎口头呀，干么呢？今朝来到灵犀门里嘛，我还有得翻翻个本子，怎么想到给到面孔一白，大胆地皮，竟该来烧香于侬，孤身都是我平时里宠为了他。今日为夫嘛，你定要与我好好教训他也非。得令，他做地场不出工作，一定要吃死我人。我两高头狗出去，准备要吃醉了，这个最好吃干。一下雨子多了孩子药，我来拿闹，我一位计说。寒门学子中状元，放牛啊！患难发妻得休书，究竟是忘恩负义，还是歹人勾线？敬请关注长篇谈词《双玉园》，5月27日起苏州电视书场。有个多头我的个，挑战这个中强的，收拾你了温水辰光，那无人云，像啥有告诉会长。在今一年，各尽之年播中年，逢人谢谢，地头好也还都比起来。想不到今在惠州来办个我这个中强的，哈，人过不来，那个地皮那抓长根，努力头发，抓大家两当个过去的，举我去！去一送。